资深艺人方俊小20岁的嫩妻2015年因胃癌过世，他悲痛之余已相隔4年未拍戏。今22日，他受访提到，自从老婆胃癌过世后，全心在照顾女儿，打理琐事，并大方向媒体秀出女儿照片，笑说还好像妈妈。方俊丧妻之后，独立抚养女儿。他说这4年来天天煮早点给女儿吃，晚上6点半再接她放学。至于是否想再找个伴，他则说女儿说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也觉得不想要，习惯要再配合的很难，照顾好自己比较重要。昨日，文化部长郑丽君在出席关怀演艺人员春节联欢餐会时，无预警被资深艺人郑慧中打了一巴掌，让在场所有人都看傻眼。艺人方俊昨日也在现场，他说部长风度很好，当下只是笑笑并谴责有暴力就不好，我是很谴责暴力的，被演艺工会开除是 OK 的。同时，身为迪英亲舅舅的他表示，最近都没跟迪英联络，他儿子事情太大了，不知道怎么安慰，打击一定很大。接着被问对于孙安佐在美国被逮，他惊讶吗？他则回应这是家庭教育问题，喜欢玩刀玩枪，到国外就会出事，毕竟每个国家不同，在台湾可能还好，没那么严重反应。至于过年会不会一起聚会，他说亲戚很多都出国，往年就很少一起。迪英应该不会出国出怕了。实习编辑斜线林宇轩。